大雅的上峰国小邀请到农友指导学生种小麦啊。学生去年夜种，今年采收，而且传承予学弟甲学妹，真有意义。大雅上峰国小甲麦啊定做是本位课程，予学生家己种、家己采收是真有意义。经过这一个过程，让我觉得这个小麦变得比较有趣一点。进到这个校园之后，才真正认识小麦是什么。学校甲大雅农会合作，邀请农友来指导种麦啊。因为拄到鸟外问题是真严重，今年特别加装网啊，效果是非常好。5年级的小麦种出来之后，它必须要提供给6年级做毕业帽。然后提供给4年级的小麦风情画的相框，当做是装饰品，而且还要给2年级的小朋友做小麦书签。直到后期都受到鸟害，全部都损失掉。前年113年，我一直建议他们保护这个小麦。麦啊是大雅代表性的作物之一，予学生哪做哪学，熟悉家己故乡的作物，嘛是文化的传承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